后来新北市树林大安路甲保安街口的捷运工地，昨下晡发生着公安的意外，到底什么情形呢？做伙来看。 大型吊车豆豆仔甲铁钩仔刷叮当，想袂到后一秒长长的铁管汹汹落落来，黑色的轿车闪袂赴，眼镜挂风牵着，差一点仔就伤着驾驶座。轿车车头拢是灰，眼镜挂落一个大坑，万把嘛落落去。要一脚在喊的时候走过去看，东西就已经掉下来了。 迄时铁钩仔已经转到转去工地内底，毋过技高人员互车过去，结果铁管汹汹落落去。技高发现了大声话，要是未互动，铁管嘛断做两截。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甲保安街土城树林线捷运工地，在要号下晡3点外，厂商当咧施工，甲特别讲吊起来时，疑似无细粒落落去。新北捷运的土城树林线正在进行高架墩柱的施工，这个路口近期才开始施作，就发生公安意外。路口的车有够多，煞发生意外，过路人嘛真危险，捷运局嘛展开调查。 开罚至少6万元，并要求厂商停工改善，全面检讨特密管的吊挂高度。另外，关于车辆损毁部分，也要求厂商全权负责。千算万算，唔达天一位，好佳在无牵到人，若无效果，唔敢想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